为伫桂林高铁特定区的大台南会展中心4月21号特别正式开幕，市区杜拉成发表2座国际级的户外公共艺术。3月19号嘛，伫中央主导要邀请知名歌手罗俊硕等人举办压力测试的演唱会，因为包括附近就是三井Outlet，两边若同时营运，对着周边交通有真大考验。对此，市长吴伟铁表示有信心会当通过。这样子一个在会展中心大型的人潮聚散，它会不会带来这个交通的冲击，以及整个会场的布置、停车的问题？其实，在我们228连假期间，这个三井 Outlet 那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压力测试，他们的这个每天有2-3万人以上的顾客来进出。那对地方的交通，还有这个整个都市机能会不会造成冲击？其实这2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压力测试，包括晚上的演唱会，319的晚上的演唱会，包括这个假日的这个三井Outlet，或者是在三井Outlet同时营运，那会展中心也同时营运的情况下，这样子的双重的压力，我相信应该可以通得过这个压力测试。为了让会展中心顺利营运，3月份将举办一系列压力测试的活动，由里民、工会、产业联盟等各界代表做伙来体验这座会当看展览、有演唱会、有体育比赛等高功能的展演空间。台南新闻军及何强邦采访报道。